米行沙米行满，我会讲话的讲英文一点点，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的名字叫通的英文，你可以叫我娃娃。我今年35岁，我的生日是29号9月1999。我是结婚，我是佛教，我是缅甸人。我有刚学，我有70公斤，我有165公分。我的父母是农民，我有6个家人，他们是爸爸妈妈2个姐姐1个妹妹，还有我。我的爸爸73岁，我的妈妈68岁。我有柬埔寨缅甸人老板对家，我有教过5岁、9岁，孩子给教家务，我教过3年，我可以教过孩子，我教过缅甸饭、中国菜一点点，炒饭、炒面、炒米饭、咖喱鸡、ABC 汤、鸡肉、猪肉、牛油、猪脚，我会做家务、扫地、抹地、洗衣服、洗厕所、烫衣服、洗碗、洗车、看顾看猫。我要过来新加坡做工，因为我要搬家人。我准备好了，再见，谢谢三，谢谢们。